台南市安南区海西段有一个违法在蹲无路用查扣的所在，伫车闸着火虽然火有受到控制也毋过有一寡火翕伫内底。今仔已经第8天了，四界拢是烟，是个真臭，嘛互附近的民众是真怨叹台南市的环保局是强调讲，已经有要求地主得爱赶紧处理了。 这寡无爱插头蹲甲袂输一粒沙，内底阁有见到废弃物，全部拢放平伫安南区的一块田边啊。怪树直乌，直晓，害乌烟甲臭味拢走出来，当地民众无法度接受。民众抗议啊，都大家要去市政府抗争啊啦，大家拢无怎这样过啊。对里面毋是个干净讲海生理尔，甲海东里甲迄个梅花里，搁在场啊种臭烘烘的。 这个所在车闸着火了后，虽然消防有来抓水控制，不过这几天火翕伫内底咧烧，到达已经是第8天啊。都惊一个无细致，会阁规个烧起来。台南市消防局今日会当继续抓水降温度。物质闷得太久了，有可能是自燃，然后又加上天气热，然后最近又没有下雨，又太干了，它就火势一起来就没办法收拾。要求行为人跟地主租赁怪手，搭配消防局开挖浇灌。 来降低闷烧的情形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希望呢，行为人尽速呢，能够将这些废木材堆置的情形能够移除。环保局强调，这个所在姓王的行为人，伫210年11月，就互抓到违法蹲插头等等的废弃物，罚96万。嘛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。为着要保存证据，都无把废弃物清掉。 不过后来着火影响到附近民众的权益，有去请示检察官，检方嘛已经指示会当清掉，即阵已经通知地主，着爱赶紧来清理，恢复环境。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。